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真正欢喜，也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来到伫咱桃园的迦南教会，伫遮代表着台湾信仰院来向咱所有的兄弟姊妹请安。伫遮我也特别要代表信仰院来向咱大家感谢，因为伫过去一直到现在，咱迦南教会对信仰院拢是非常的支持，毋是干那伫金钱上甲台岛的支持，咱迦南教会也拢有送青年去到伫信仰院来接受装备。对安尼，我会通相信，咱迦南教会是一个有上帝恩典满满的教会。我做一个信仰院的老师，我常常咧想，有的教会2-3冬就会当出一个新学生，将来正做教会传教者。嘛捌有迄个教会虽然真大间真侪人，甚至已经有100年久，结果这100年以来，出无几个新学生后来做传教者。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当上帝恩典甲咱三甲地地时，伊就要对咱的中间来兴起一寡人，来将来正做是教会全时间的服侍者。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咱看见摩西伫伊已经煞世间的劳苦了后，以色列人因面对一个真大的挑战。就是讲，伫因的心目中上界伟大的领袖摩西，40当前倒去到伫法老王的面头前，伫遐来行真多的新业，所以有法度来引带因以色列的百姓对这个做奴才的埃及地出来，然后过红海来到伫旷野。但是这40年的时间过去啦，摩西伊也已经年老。已经煞离世间的服侍，所以因马上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讲，因即马伫旷野爱入去到伫迦南地，要入去到伫迦南地以前，因爱渡过即个约旦河。但是到底伫因的中间有啥物人有即个才调，会通亲像当年的摩西共款，会通引带遮个以色列人来过约旦河，来进入迦南地。搁即个迦南地也毋是拢无人住伫遐个所在，迦南地事实上有迦南人已经住伫迄个所在，所以因入去到伫迦南地，就爱搁有一个征战，才有法度伫遐来安居乐业。咱今日所看见的经文，咱知影讲，事实上上帝已经有拣选约书亚。咱知影，事实上，若是不管是伫一个信仰的团体也好，是一个国家、民族，也是讲是一间公司也好，咱常常会面对的，就是讲，当这个老一辈这的领袖因已经过去的时，新的一辈是毋是有法度承担起这个重大的责任，来继续来带领这个团体来向前行？几当前我捌看《天下杂志》《天下杂志》，伊几啊期咧讨论的，就是讲咱台湾的企业。当这老一辈的企业家，因当年可能是白手起家，但是这企业已经有到一个成就了后，这老一辈的企业家当年创业的这个先辈，已经年岁已经大，因有法度真正顺利伫这个企业的内底，不管是传承互因的第二代，也是讲用这个专业的企业经理人来接这个公司，事实上，迄是一个真大的考验。但是，这个公司有法度有一个真正顺利的这个世代传承，这个公司可能会通阁继续落去，甚至有可能将来规模、将来成就比本来阁较大。反倒来讲，若是这个企业因无法度找到一个真正适当的这个经营者，就有可能这个企业有可能变作昙花一现，渐渐就消沉落去。我想，咱今日伫遮所看见即个约书亚记的一个开始，咱知影讲有上帝已经对因中间拣选约书亚出来。但是咱来看咱家己本身的教会的时，咱是毋是有哪有捌面对着同款的问题？今日我来到迦南教会，我心非常感谢上帝。虽然我是第一摆来，但是我看见咱迦南教会是一个充满着活气、真有活力。真正有上帝活泼的神踮伫咱中间的教会，咱的青年人讲起来有哪袂少，
但是咱若看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平均来看的是，我想咱若捌去到其他教会，咱加减会发现。当然，我相信伫即个桃园地区算起来拢袂歹吼。我比较有接触是即个桃园的即个洪恩教会，我相信因的活力运也真好。但是咱若看咱台湾也阁有真侪长老教会，咱会发现讲，咱的青年比较较少。几当前我捌受邀请伫台北市的一间大间的教会，真正有历史的教会受邀请去甲因讲一个主题。即个教会主任牧师爱我讲的主题讲。要安怎鼓励教会的青年人，搁较侪来参与教会的服侍。当我开始来研究这个主题的时，我后来发现一项代志：咱长老教会有真侪青年人一直咧流失。这个青年人的流失的严重性，我举一个数字，互咱大家知影。根据咱总会青年事工部。事工委员会因的调查，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的中间，咱来用11岁到40岁的人来算作是青年。对1990到2005年，这15年的中间，咱全台湾的青年的人口是降低4.5%。因为我想有少子化的问题，有这个长辈因的年岁岁数愈来愈长，所以青年人的比例总算起来，规个台湾是减4.5%。但是长老教会青年人减少偌济，这个统计是减少15%。也就是讲，教会内面长老教会内面的青年人，伊的青年的流失是比规个社会较严重，差不多有3倍。所以咱若安尼来甲看，有可能规个长老教会将来佮经过10年、15年，将来咱的青年人会愈来愈少。伫去年有一群台湾的基督徒社会学家，因通过这个21世纪的智库、21世纪智库的赞助，因做一个基督徒人口的调查。咱台湾现在基督徒的人口，若是用新教就讲咱讲的基督教来讲，是占人口的4.7%，佮加上天主教是0.6%，加起来多好5.3%。过去咱的印象是长老教会的人数占1半，但是伫去年这个调查内面，咱发现长老教会敢若占30%到33%。也是只有差不多占1/3。当然，咱长老教会人数讲起来是无去减去，但是因为其他的教派有咧较紧咧进步，所以咱的总平均，咱所占的比例对古早的1半，即马剩30%。咱若用咱的人口教会内面的这个用年岁来看的时。咱会发现，甲其他的教派比起来，长老教会是老人上介多。常年上介多，当然无一定是歹事，因为咱的老人长退休。但是，咱显示出另外一个问题，讲少年人走去伫倒？少年人走去伫倒？对这个统计内面，咱会发现讲，其他的教派，特别因较紧咧成长，这个教派，因有真侪少年人，而且这个少年人中间有足侪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因去报其他的少年人来接受福音，来得到福音，伫教会内面来洗礼。所以我想，咱会通看见讲，这个世代的传承、信仰的传承，事实上，伫咱规个长老教会内面来看，事实上确实是一个问题。伫2当前我去马来西亚来拜访2间神学院，其中有一间神学院，我去到因迄个神学院的时候，我惊一跳。因这个神学院讲起来，不管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拢比台湾神学院的规模较小。但是2当前，因换一块土地真大地，伫迄个吉隆坡，伊马来西亚伊首都的外围，一块土地真大地伫遐。我甲问讲，恁这土地应该袂少钱吼？虽然马来西亚吉隆坡无像台北遐贵，但是嘛是贵。伊讲对。我咧甲问看讲，因为平平拢神学院的院长，我甲问讲。恁钱对倒来？伊讲感谢上帝，因当然嘛是靠信徒的奉献，但是除了讲靠信徒的奉献以外，伫马来西亚的长老教会
甲新加坡的长老教会，拢会固定编有选来补助即个新学院。哦，我听到了后足欣羡啊！我甲讲吼，咱台湾新学院啊，咱台湾的3间长老教会新学院拢是安尼吼，台湾新学院、台南新学院、玉山新学院，咱所有的经费拢是靠信徒的奉献。当然，学生阮也有纳学费，但是迄学费占足少的一个比例。但是咱的中会甲总会拢无固定编预算来补助新学院，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事实上咱台湾的新学院经费上来讲是比因搁较困难。马来西亚的基督徒人数少，但是因的教会对伫神学教育非常的注重，所以虽然即个新学院讲起来嘛，毋是专门属伫长老教会新学院。但是长老教会马来西亚的长老教会甲新加坡的长老教会，每一年拢有固定编预算来补助因这个新学院，所以因要换一块土地，要换一个新的学校，一个校园，因做会到。当我想到这的时候，我有时会感觉讲，若是安尼，咱台湾的教会对着教会的将来，咱有教育的重视也无？因为新学教育是要应用到将来咱经过5当后、10当后所培养出来的遮个传教者。但是新学院有得到教会真好的支持的时，我想新学教育伊会通做了较好。但是新学院的支持所得到的无够，我相信将来可能咱后面的传教者会拄到真侪困难。每一摆我伫遮为着新学院特别是为着钱的代志咧烦恼时，上帝互我读到圣经内面的话，互我得到真大的鼓励。伫今日我所和大家分享这段约书亚记内面，咱会看见讲，事实上咱也毋免上过头烦恼。咱有时会烦恼讲，将来的教会会安怎？咱后来是毋是有教育有好的传教者来带领咱的教会？对今日的约书亚记内面，咱通知影，事实上上帝伊早就已经拢有准备。咱若咧研究约书亚的时，咱会发现伫圣经内面第一摆出现是伫这出埃及记17章的第9节。当第一摆约书亚出现的时，事实上是摩西派伊做一个军事的领袖，和其他的人做伙去甲即个亚玛力人伫遐来征战。所以伊学晓要来甲其他的民族征战。到第二摆出现伫出埃及记33章的第10节。咱会通看见讲，迄个时阵，约书亚已经缀伫摩西的身躯边啊。伊可能对真侪较少年的军事的领袖内面，后来受竞选出来，缀伫摩西的身躯边。所以当因遮的人伫因家己的帐篷来伫遐咧敬拜上帝，看见摩西甲上帝面对面伫讲话的时，事实上迄阵徛伫伊身躯边的，就是约书亚。对安尼，咱会通知影，一个新的一代的教会领袖，事实上毋是真短时间，伊就随个人走出来。伊可能是经过摩西真长的时间的培养了后，伊后来渐渐会通成做是教会上界重要领袖。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我相信咱大家也真正熟，就是伫即个民数记第13章，当摩西伊要派12个探仔入去到伫即个迦南地去了解迄个迦南地的情形生做啥物款的时，约书亚甲迦勒是其中的2个。当因这12个人入去到伫迦南地去看了后，搁走出来报告的时，约书亚甲迦勒伊的报告和另外10个人的报告完全拢无共款。另外迄10个人因看去迦南地，因去看了倒来时，因感觉有真大的困难。其中一个上界明显就是讲，因发现讲迦南人大家拢生足足大汉，咱犹太人、以色列人安尼细汉，所以呢，咱看因敢若亲像咱家己敢若亲像是迄个蚱蜢共款啦，敢若亲像草莓啊，伊看咱嘛是亲像安尼，特别后壁迄句搁较趣味，因去看到迄个迦南人足大汉，伊敢毋甲迦南人问讲，恁看阮敢有亲像草莓啊？我想这是伊家己加想的啦吼，咱家己感觉家己真细汉，敢若亲像草莓啊，这可能主观上伊会安尼想，但是后壁迄句话伊家己加的啦。但是迄个约书亚
甲加力，因的报告完全无同款。因为上帝互因有信心，当人有信心的时，伊所看见的异象，就甲遐无信心的人完全无同款。约书亚伊的报告是讲，迦南地极好，因的葡萄车大粒，一四季的物件拢真好。当然人有那真大汉无毋对，但是即块地是上帝要赏赐互咱的，咱的确会通入去迄个地，伫遐来徛起。对安尼，咱通知影，上帝伊可能真早以前就伫即个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来备办因第二代的领袖。摩西，伊虽然经过40冬的时间，伊的年岁已经到，但是伫即40冬的中间，上帝已经备办好约书亚要成做因新一代的领袖。而且对这新一代的领袖内面，咱通知影有2项真正要紧的标准。一项要紧的标准，就是甲咱伫民数记的时已经有讲，约书亚是一个有信心的领袖。甲咱已经读伫即个约书亚记内面，上帝有甲交代讲，毋免惊，毋免论，着爱刚强壮大。你甲想看觅，摩西伫以色列人的百姓的中间，是遐尼啊有能力的一个领袖。伊伫埃及王、法老王的面头前，伊有法度行这神力。伊有法度带领因的百姓对做路财的所在，然后过迄个红海，互红海水分开，然后对遐过。但是后来要接摩西的即个少年的领袖，有才调啊无？你想，若是徛伫一般人的角度，约书亚伊雄雄要接即个位，你甲想伊心内会惊啊未？我想稳当是真惊。所以上帝有甲交代讲，毋免惊，毋免论，着爱刚强壮大。加在伊本来就是一个有信心的青年人，所以伊有法度来承接这个职分。当然，另外一方面，摩西有搁甲交代，你着爱接受上帝互你的律法，因为咱若是照着上帝互咱的律法来行的时，咱的确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今日来到咱迦南教会，伫这个圣殿内。我看见伫咱的圣殿的头前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甲一般教会圣经无共款，因为伊毋是印的，伊是咱的兄弟姊妹用手所抄写。我的心非常的感谢上帝。伫咱的做礼拜前，不管是第1场、第2场礼拜前，咱有一段经文，牧师来引带咱所有信徒一字一句安尼一直真正详细来读，不止啊长呢。甲咱所读这经文讲还不止啊长，但是安尼一字一句不止啊长，认真来甲读好完，这表示着咱对上帝的话的一个敬重。当咱有对上帝的话有敬重的时，我相信这个信仰咱就会通真正自然来传承到咱的后一代。我做高中的时，伫教会的青年阮的青年的辅导。伊也是，伊迄阵是一个高中的老师，有一摆带阮去因兜。当我去到因兜的时，要经过迄2楼的所在，伊甲阮讲：“恁较细声的，因为青年人做伙吼，拢足欢喜啊，拢大细声咧讲话安尼吼。”伊甲阮讲较细声的，阮讲是安那？伊讲2楼伫迄个所在，伊的爸爸甲伊的妈妈，逐日食暗顿食饱了后，做伙伫遐咧读白话字的圣经。我后来才知影，因为阮即个辅导，伊的爸母，伊的老爸事实上是做拍铁的吼，无受真侪的教育，但是因为伫教会的培养，所以后来学会晓白话字。所以虽然敢若会晓白话字，袂晓汉字，但是每一日的暗暝，因食饭了后，因翁仔某2个拢会固定一段时间。做伙伫遐来读白话字的圣经，而且是用好的吼，安尼一字一字甲好出来读白话字的圣经。我伫高中的时，坦白讲，我还阁无养成逐日读圣经的习惯。但是我知影我的青年的辅导，伊的爸母，就是有即种读圣经真正要紧的习惯了后，后来迄个信仰真正有那真深的影响着我。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上帝伊要吩咐
约书亚来接摩西的这个份位的时，咱知影讲伊的身躯顶有两种要紧的特质，一个就是讲对上帝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敬重上帝所交代予因的话。通过安尼，约书亚伊虽然比起来比摩西加真少年，伊可能也无真侪的经验，但是伊后来会通真做事，有那一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约书亚伊也有法度带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而且伫过约旦河了后，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因有法度做这个征战，将这个土地甲接落来。所以咱相信讲，当上帝伊会对这个以色列人百姓中间来兴起第二代领袖的时，我想咱会通来想，伫咱的教会中间也好，伫神学院也好。我相信上帝拢有一代一代咧准备，伊所要对咱中间所调出来，将来要成做教会领袖的人。伫遮我来举几个例，伫4、5年前，当台湾神学院的前的院长林丰信牧师有一摆机会去访问这个缅甸的华人的教会的时，去到伫遐受到因的教会真正大的感动。因咱知影缅甸是一个到即摆还阁是真善香的国家吼。亚洲上界善香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北韩，另外一个就是缅甸。当然，缅甸这几年的进步有较紧，但是大部分的进步拢是干那伫阳光。但是咱去迄个所在是伫迄缅甸的山区，伫4、5年前，迄个所在还阁无水，无自来水，也无电。当然，即摆已经有啊。因所住的厝是用迄个竹啊所编起来，迄种亲像篱笆迄种厝。有的即个四面的围墙是迄个土夹厝吼，用土浇牛屎，佮浇竹米所搭起来迄种的厝。当咱台湾神学院的老师带学生去到伫遐来做短宣一段时间了后，迄边的牧师甲咱问一句话，讲：恁来是真好。但是，逐摆来拢干那一礼拜，恁有法度派牧师也是传道来到伫阮的中间，做伙含阮伫遮传福音啊无？当阮互因问安尼时，阮惊一条。是安讲？是来讲要派青年人去到伫迄种足艰苦的所在，我想我迄阵无啥信心，讲咱敢有人要去。用我家己来讲，我虽然逐冬拢有去。去遐拢是8日到10日尔，但是咱来用10日来讲，我去到遐第3日吼，我着咧算讲佫有7日，吼，来到第5日的时，佫剩5日，是安怎？因为迄个所在生活真艰苦，咱别项拢莫讲，敢若讲便所，咱台湾40当前、50当前草地迄种的便所，吼，剩的拢莫讲。所以你就知影讲，伫遐的生活，我敢若伫遐做短宣，虽然服侍是真有热情，但是要住伫遐，确实是一个真大的考验。所以当地的牧师甲咱问安尼时，阮煞歹势应，阮敢若讲，无阮倒去祈祷看卖。后来阮倒来了后，真正祈祷，嘛带学生祈祷。阮本来是咧，我家己是较无信心，我想讲，我看真困难吼。但是无想到讲，上帝早伫咱的中间，伫咱的新学生的中间已经有准备。后来有一个传道，就讲咱的毕业生姓赖赖玉水，伊伫咧读新学院的这个过程的中间，伊有含学校做伙去这个缅甸的短宣队。不但是安尼，伊家己有自费，有去过到伫印度德瑞莎修女所做工的迄个所在，加尔各答。伫遐来帮赞当地的遮个真正送乡艰苦的人，伊家己去伫遐，伫遐睡厝，伫遐工作几啊礼拜的时间，伫遐学习迄种的经验。这个艺术传道，伊事实上伊细汉的时是真正辛苦来大汉，但是上帝帮助伊伫教会来得到上帝满满的疼，所以伊有迄种的热情，想要传福音去到伫迄个上界艰苦的所在。到后来学校的老师。学生做伙为着缅甸咧祈祷的时，伊伫要毕业的时，伊甲学校老师讲，伊有迄个感动，伊愿意要去。阮头听到惊一条，敢有影？后来我看伊真正坚持，阮就相信这是上帝真正予伊的感动。所以毕业了后，
毕业了后，伊1年的准备的时间，搁爱学迄当地话。当然，阮去服侍是华人啦吼，所以华语会通。但是规个缅甸是讲缅甸的话，伊搁爱学缅甸的话。所以经过1年的准备去了后，拄啊伫伊要去进前，因为已经结婚，伊要去进前无偌久，伊的第一个囡仔已经出世。囡仔出世了后，咱咧想讲囡仔通带去也毋通。后来无带去，因为咱伫台湾囡仔出世拢爱住有风舍吼，足侪有风舍伫1岁以前拢爱住，所以伊就先互伊的囡仔甲伊的传道娘，有那是一个传道，先住伫台湾半冬的时间。当伊半冬后搁倒转来时，伊看到伊的囡仔雄雄大汉起来吼，其实不是无雄雄，但是伊半冬拢无看到啦吼。看到伊囡仔雄雄大汉起来，伊感觉做毋甘，啥做毋甘？伊讲伊细汉的时无老爸。但是伊感觉即摆即个囡仔搁安尼大汉吼，老爸无伫身躯边，伊足无爱伊的囡仔，亲像伊当当时安尼。所以因尾也祈祷讲，因就是规家拢要带过。伊含伊的传道娘，含迄个8个月，迄阵8个月大汉的囡仔要做伙带过。后来即个传道大传道，伊的老母讲安尼，既然你安尼吼，无你即个老母缀你去啊，甲恁煮饭。吼上帝呼召你做传道，无呼召我做传道吼。但是我不要紧，我做传道的老母，我甲你煮饭。所以伊即个老母阮含因做伙去，所以一家人四个人做伙去。去伫迄个真正艰苦的所在，伫遐来传福音。我伫遮分享其中一个故事，伊普通是无写伫即个带导信内底，但是因若倒来会甲遮老师分享的是一个故事，我听足感动。嘛真毋甘，咱知影讲囡仔伫遐细汉吼，度济即个年岁，其实常常都会发烧啦、会落屎啦。有一摆即个囡仔已经发烧超过差不多40度左右，连续3、4天。伫迄个情形下，因迄个村吼，其实拢无诊所，连便药啊，吼，迄个敢若因的感冒店有咧卖一寡便药啊。迄便药啊，比咱对台湾早起佫较歹，而且佫过期的，所以迄嘛袂食着。所以因爱坐2点钟的车去到另外一个乡镇，迄个所在倒有诊所，爱去迄个诊所看。但是去迄个诊所的医生看起来有哪是无通甲偌好啦，哦，咱会通想象吼，40当前迄种的环境，所以迄个囡仔发烧4、5日拢无退，老母足着急，伊讲安尼啦，我先带即个囡仔倒去台湾。但是这个传道，伊心内真正无平安。伊讲，若照咱台湾人，当然是爱赶紧带倒去看医生。但是咱做一个传道伫遮，你甲看，咱这个庄头所有的人，倒一家，伊有在调讲，因的囡仔若破病时，要带去倒位看病，无。而且咱做因的传道，咱甲讲，若破病时，咱来祈祷。结果咱的囡仔家己破病，咱带倒去台湾。所以这个传道，伊讲卖，咱搁祈祷。但是这个传道娘讲毋通啦，搁安尼等落去，毋知会安怎啊袂。后来感谢主，迄摆有度过。但是后来有哪有较早，互这个传道娘带囡仔倒转来。倒来了后，感谢上帝吼，这个囡仔身躯有恢复啦，本来是瘦几公斤落去啊，吼，后来身躯有恢复。当因伫要满2冬的时，先倒来台湾，阮伫遐老师有哪歹势甲问，阮其实是爱要知影讲，你满2冬的时，你会倒继续伫遐做传道啊无？头互阮的印象是大概袂，因为啥啦？较毋是大人讲艰苦袂堪定，大人拢会堪定。但是因做烦恼囡仔伫迄个所在身躯健康的问题，若破病无医生通好看。后来阮就做伙祈祷，搁经过几个月了后，即个传道甲传道娘，因拢甲阮讲，因要搁继续。虽然毋是伫迄个上界山顶上草地的所在，因就是要去换去迄个2点钟车程有诊所迄个所在。伊讲安尼至少囡仔若破病，还佫有诊所通去看。虽然迄诊所无人偌好，上无嘛还有医生啊。阮听到了后真正感动。
亲爱兄弟姊妹，有时啊，咱会烦恼讲，啊，毋知伫咱的青年人中间，有人阁有亲像即种的信仰的热诚，通过来继续来传扬信仰啊无？但是伫阮做神学院的老师的经验内面，咱发现，每一年当有新学生入来的时，因所讲的见证，因本身所发生的故事，拢互阮遮做神学院老师的得到真大的激励。所以，这对夫妇因伫满2冬了后，因阁继续要倒去伫缅甸去伫迄个小可有较进步一个所在，伫迄个乡镇叫做腊戌，伫遐继续伫遐传福音，阮也得到真大的鼓励。所以阮会阁问讲迄个山顶的所在要安怎？阮着阁祈祷。阮本来想讲无人就无人嘛，无法度后来阮阁祈祷了后，有一个去年毕业的团队，伊讲伊要去，是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我大海啦，查某囡仔去敢有通？我头下嘛是无信心。后来阮甲当地的教会问，当地的教会甲阮讲，应该嘛是会使啦。因为因迄个所在虽然是较草地，生活是较艰苦，但是迄个庄头，因为逐个人拢熟悉逐个人，所以呢治安无啥物问题。所以若是查某囡仔去嘛会使。佫较好，就是伊是一个药剂师，伊本来就是药剂师，后来无做药剂师来读神学院，所以伊若去到迄个所在，除了讲会通伫遐做传道以外，伊会通检采，会通有机会伫遐亲像当年马偕牧师来到台湾咧创伊是要挽喙齿，但是至少会当分药互迄个所在。所以后来阮就有派即个青年，即个团队伊伫原来是经过1冬的准备了后，今年的8月已经带团宣队去了后，团宣队家己倒来，伊就留伫迄个所在伊伫遐所传倒来的故事，互阮感觉真正感动。伊讲有一摆大风雨。迄种的大风雨，敢若亲像台湾的风台，咱因迄个所在是无风台，但是有迄暴风雨。有一暗拜三暗教会祈祷会暴风雨，规个村拢停电。伊伫遐咧想讲大爱去参加教会的祈祷会是毋通去。伊想讲我做传道人无去，到时有人去要安怎？所以伊就真正阁去，但是迄风雨太大，行袂到。行到一半，伊全秘去伫教会一户信徒的厝里。这信徒咱甲讲咱若像遮大的风雨，咱拢自动取消啦。好佳哉。所以因就伫迄个信徒厝内面祈祷安尼。亲爱兄弟姊妹，140冬前，马偕牧师因对加拿大传福音来到伫台湾。迄个时阵，台湾嘛是真正草地真正抑个落后的一个所在。但是马偕牧师伊无惊艰苦，伊将即个福音来传到伫咱北部规个真侪所在，建立60间的教会。但我相信应该是一个真正要紧的时机。咱会问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信仰的传承应该安怎做？一方面，当然真要紧，咱来继续训练更较多教会内面受到上帝敬调的青年人去读神学院。我特别感谢咱嘉南教会，咱现在有2位青年伫台湾神学院咧读册，而且表现拢真好。连伊咱会看即个影片的时，有其中一位杰恩伫内底有做见证。咱一方面训练更较多的青年人，互因平常时伫教会就参与伫侍奉内面，伫即个侍奉内面检采上帝，互因特别有拄着特别的感动。其中有一部分的人愿意做全时间的传教者，甚至来到伫神学院了后，神学院的老师带因去看见讲，咱的服侍的工场嘛，毋是干那伫台湾，东南亚还佫有真侪所在有华人，咱的话会通的所在，但是因迄个所在毋捌听到耶稣。咱也希望讲，将来会当训练一部分、小部分的传教者，有法度真做是宣教师，亲像140冬前马偕牧师来到台湾同款。咱派咱的青年人去到伫迄个真正宋乡草地的所在，通过安尼，咱的信仰会通一代搁一代传承落去。盼望上帝伫咱的中间兴起搁较侪约束兴起搁较侪的加力，互咱的教会会通一代一代传承落去。咱三甲合互来祈祷。
亲爱的主，阮满心而乐感谢你。阮知影上帝你伫阮还未上教的中间，你就伫阮的教会内面有备真侪的青年人。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通过兴起阮中间、竞选阮中间的青年人，互阮的教会将来拢一向有真正好的领袖。互阮伫教会要向前来行的时，有遮个忠心伫上帝你的话，佮有信心的人，会通成做教会领袖来带领教会继续向前不断的发展。而且，阮台湾的教会已经接受福音140几年久的时间，阮也知影，阮应该领受这个责任，来训练阮中间的青年人，真做是宣教师去到伫海外，一四国所在来传扬主你的福音。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信仰会通一代一代传承落去，而且阮传了愈来愈好势，福音伫一四国拢播扬，将上帝你的大权能来宣扬出来。主啊，恳求你特别帮助阮迦南教会，伫咧阮敲找主任牧师这段时间，阮所祈求的也毋是干那为着主任牧师的敲找，阮也恳求你兴起阮中间的青年人。互阮有搁较侪青年人愿意献身来行福音的这条路，恳求上帝你的带领。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